登记推动边防概念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，今仔日伫新店宣传边防的概念。乌心学院指出，台湾则有自然的灾害，也有战争的威胁，建立边防的概念，通伫灾难发生的时，会当照顾家己，也通照顾别人。防空警报弹啊，赶紧按耳孔甲目睭拍落闭起来。这是登记推动边防概念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办的活动，透过10种关卡，互囡仔哪算哪学习边防的概念。我觉得绕 S 型好好玩，可以学习家己独立，嘿，安尼较会较大，家己保护家己对。头一摆听到，感觉真趣味，然后。因那个细汉会当可以学习。灾害中，我们首先首要的目标是自保。生活自保，首先你要知道，我是谁，好，我在哪里，我能做什么？你可能会需要运用到哪些体力啊？那比如说，所以平常要练，要怎么样练习运动，然后怎么样应对等等，这些都是这些关卡设计的目的。排救难物资、拄拐啊、软过障碍物，乌心学院指出，台湾则有地震、风台这寡自然灾害，甚至阁有战争威胁。因望互民众了解灾害发生的时，通安怎照顾家己，避免惊吓。要面对这样的风险，最好的方法是了解它。好，了解它的可能的潜在风险是什么，然后积极的准备应对的方式，包括准备物资，然后学习相关的救护技巧，包括避难的相关技巧等等。另外，针对乌心学院的共同创办人兼院长的辛碧阳，明年大选后民进党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当中，乌心学院表示，这袂改变乌心学院的态度甲目标。伊也指出，民防准备无法度干那挖靠民间，望未来通整合官方的力量。做阵拍拼。记者郭文林、凯新北报道。